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呢個節目。今日大家咧小介兩個來賓呢，就得講係好朋友嗬。咁個舅丈看到一擺，特別嘅係乜嘅咧？兩個好朋友擺到強下，大家會知道，兩個人做埋會強下咧。記得我們大場強下，記得喺強下主持廣播節目 podcast。咁大場主持咧係入圍得獎。咁大場得獎係得兩隻獎，總共4隻獎，記得是得兩隻獎。等下看到記得咧，你就會啲兩個人做埋會強下咧，因為記得本身嘅身份是冇強容，大家都熟嘅。記得一開始都分享嘅係呢個范心菲分享。大家好，我係范心菲，真運動方如果嚟到福喜來咧。耶！哇，久久看到陳飛一擺哦，可以變得好好，還會變得動好。所以分享聽嘅來賓是係呢個邱水清。大家好，我係邱水清阿希喂，我要睇拜來啦，咩東方醫，大家好。你剛那個矮腰是什麼意思？我想說，阿斌你講到腰來多，我想說冇來過。OK， 你看大家喺個認識佢兩時，大家會知道啊，方晨飛大家就清楚，因為佢係演員，然後陳飛來到亞邊嘅時間，還為了是歌手的身份，歌手嘅身份來宣傳專輯，那個是什麼意思？而來到亞洲啊，有人啊，嗰種你看佢係演員，佢係歌手，基本上來嘅係一個podcast 的節目主持人嘅身份嚟到亞洲嘛。啊，你係做順康行過去，都好行落來，行出鏡牌啫。唔係，因為瑞清其實是一個幕後工作人員，就是跟我也一樣，就是有幕前有幕後。你看到佢係一個專業的劇照師，從嘛，當然佢自己也會拍，他會做很多事情。所以你現在也是這個 podcast 的主持人，就從來。係啊，都來電阿班咧，講下行多一條路。你為什麼要搶我們的飯碗？你講就餓啊！這可以正當的。對，所以你看，我中文來講六三年放在一起，真的很冇共用，就會你看這兩個，對不對？很奇怪。我幫你說，沒有啊，但是我覺得很開心。沒有，我覺得誰跟瑞清在一起都很開心，然後誰跟陳飛在一起都會覺得很棒，因為陳飛是一個很容易親近，然後很溫暖的人。懂針對，真心懂針對。好講又按講，真的賞心悅目。還是我們也不用討論今天節目要介紹什麼，我們就直接討論陳飛就好了。真婷，好，開放問問題。對啊，你跟一個安強的主持人，然後這麼在你旁邊這麼溫暖，長得那麼漂亮，你就看着他就好啊，什麼？錄音嘅時間是真健康定健康定好，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就係大家都知吼，亞哈其實啲客船會我們有做很多的廣播節目，從嘛，你都有錄 podcast 的，結果就客聲獎獎杯帶來了，這是陳飛帶來從嘛，嘿，你咧咧，那我一直的，不用苗栗，阿班拿嚟貼東西，好好聊天，冇啦，放在苗栗好好表現來。對，然後看防疫，弄你家吃到清防疫樣你要不要講一下乜嘅係客聲獎？客聲獎就係客委會辦嘅，客船會辦嘅，一個比賽，有點像是客家的廣播金鐘獎，就是客語，其實就會目的就是要鼓勵這個大家在做廣播或者做 podcast 時候使用客語，多使用客語安尼，嗰時候就有安用嘅獎項。今年係第三屆，對，第3屆。那我們在裡面報名，podcast 的個部分哈，有4個不一樣的類型，主題類型冇共用，然後廣播也是，所以我們在 podcast 裡面報了2個類型，然後都有入圍，很幸運，也得獎。哇，好棒哦！這個得獎的部分，我覺得90%來自運氣，這個90%的運氣都來自這位身旁這位阿友。哦，你們兩個真的是互相相愛呢，好，中嘛好，你說你講起中嘛係演員，因為可能都好結婚啦。你想說什麼？新娘的運氣，然後生小孩後那個運氣，因為今後就太謙虛了。因為那個前1年啊，我們還在錄音，就是在，然後我們那時候錄音前說，哎，明天要客聲獎，說不曉得會不會得獎，然後他就說有可能哦，因為可能一下運勢以後。我
刚手机两改就是好欠戏啊。其实你们来用，记得主持改节目，动有意思，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的节目名称？谁先？有两集嘛，第一个就迄种方南北有嘅唔专业王潮师，另外一集就係唔專業講條路。哈哈，你那邊唔記得？係切。什麼？那排？来供一下你们的节目介绍，好吧，或是你们的节目的力量，系嘛？因为你看无准呀王潮师无准呀嘅讲条路，这里讲一下，还是已经忘记自己的节目了，差不多。强调呢？一開始王潮師是最先比較開始先做的節目。那為什麼要叫中華很多唔專業嘅演員就會講，你想要用一種較輕鬆嘅方式來錄音，來講你觀察到嘅啲潮濕地度不會有嘅現象等等，或者是超市他們的經營策略啊，他們的一些計謀，怎麼騙人？行銷啦，行銷手法，怎麼行銷？怎麼賣東西？對，這種就是從。上來對潮師出發，就是從他出發，用個主題嘛。那因為一開始係你都懂好去王潮師，然後那個時候討論主題的時候就想到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切入，所以就覺得這個主題好像不錯哦，就開始做了。所以亞雜節目得到的是什麼獎？生活風格、生活風格獎，係嗎？是哈。那因為我們有2個獎項，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我可不可以先請你分享一下？就是因為艾迪他上獎去報名的時間就只有1集，他贏那個我可以給你4集，給你3集，大家做的哇聽，然後還可以做一個評斷，就1集定生死案，我可以講夠。好，那可以分享一下，像不專業逛超市2個節目，你們投的集數是那個內容還記得嗎？記得。唔專業啊，所以附近唔專業的夫婦。反正就是王潮師嘅夫婦。其實報名嘅時間，我們那時候有點搞不清楚，因為第一次報，我搞不太清楚報名方式，所以我們就很認真的在。那時候應該有26集吧，我們想說那就選個4集去吧。一口氣想說，我報了很認真報了4集之後，結果這個主辦單位就回信說1集就好。1集就好。我首先就去選啊，那時候其實你也選了蠻多，對不對？因為就香港就是好像都很精彩，自己講。因為調查都會主持過程當中，阿班去剪嘛，剪，我說現在專心要談。喺我談過，其實當到集數的內容，其他都當綜藝。沒錯，對。我說討論的時間，2個人有一點來回，後來才選定講，我就提一些演員。沒有。沒，王潮師係天陽改寫。內容係講咩呢？主題其實就是超市電影提案中，如果沒有記錯的話，超市電影提案中，大概是這樣。然後一開始 Andy 就用一種 Andy 就來講啊，就說那譬如說，別人講根本嘅說，你做得啲潮濕地度碰一隻天陽，你就會碰乜嘅類型嘅。然後我們就開始，那個內容，他就開始講，然後我們就開始在想，這個可以怎麼拍啊？怎麼拍哦？我們講，因為我們有相關的產業背景嘛，所以我們就講，然後到後來的，然後再穿插一些，在這些講的中間呢，穿插一些我們查到的資料，就跟電影相關的，跟超市相關哈的電影啦、影集啦、書啦，嘿等等。然後變成一個30分鐘的建模案。工作更難講起來，就會喺超市，你們如果要在裡面拍一個戲劇，對，要拍戲，你們會用完來碰，對，然後比如說我們就會想說，我們就要一定要把貨架弄倒啊，寫劇本就衝來衝嘛，弄倒還要壓到人，對 ，OK， 很有意思，拿東西碰到小手手，對，浪漫的部分 ，OK， 哇，這個感覺上我也感覺上很可以聊對，就是等於在你超市這個環境裡面，設計在 cutting 的地路就超愛超，好，太甲糖豆芽還有你們剛才講的其中一個節目，對不對？還有聽一下就某種人都講條路，這個很有意思。講條路，講條，可惡！那不然香港較記得王潮師的。做嘛會去做？某種人講條路嘅。應該講條路係他後面才開始來進行嘅主持的節目，因為這樣子發現，專業的一件事情好像不用負太多責任。
爱听爱听，反正俺就大嘴鼓，俺就分享。迄讲你的有嘛，伊俺有讲，俺家迄无准要给分享。轻松啊，就是比较轻松。我们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包袱，一定要资料准确。所以古说你的给节目底度俺就按照那类个节目底度有青头目标给职业，对不对？可以分享一些你们讲过嘛个职业嘛？条路该我们提案就是那个什么报名嘅该是系讲有关水下的条路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找了，因为其实供铁路亚个主题其实要花更多时间找资料，而且因为它不是那么生活嘛，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是真给那些董兄分享某空用给铁路本堂中朋友，然后同时我们自己也参考一下，说不定有天可以赚好。如果有时候那么钱很多事很少那种，被我们发现到了，就可以去做。那鼓手 AD 查资料的时间其实是资料量更大的，然后要去消化，然后要讲出来，所以亚个主题就会，我们一开始就查到了，比如讲第一老岁有关的海女啊，然后什么。更神奇的是，因为一个节目其实大部分人气还没都好写，因为当到黑人气啊，堂主冇堂过，根本上面冇上过的条路，像什么水下汉捷云哈，真的哈，刚讲到读水读底下，因为嘛看新亚做的，我自己也非常嘅好奇，所以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总来讲。东凤仪走在绕墙岛陈飞还有瑞清那种节目地图，这两个好可爱的谁阿妹，现在还可以叫谁阿妹吧？做对吧？蛮丢的声音的，做谁阿妹？真挺没谁阿妹，安子谁？他猜一些的，还有分是不是？猜一些阿妹，我现在是中间的，对对，还有小的。你不怕陈飞不要你吗？以后不要跟你一起主持节目。我知道表波卡都那个的，你在堵我吗？死缠烂打。真的就泰卡就某凶斗就会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还主持用在Podcast 得奖得奖有吗？你懂得奖，意思就是说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你讲有青岛幕后的故事，等一下会讲。我们亚谁木一嗨，我们上月节目是不是讲到水下工作？真的，虽然你们说某种要共投入，这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台图嘛。某相关，要专业的 M 票。唔讲爱係倾向而敌，到底有冇個水下的職業？譬如講有海女，我可以知道。海女對，海女你知道韓國跟台灣有分？好，我先講韓國的。對冇？台灣的愛唔係輕敵。台灣韓國的濟州島，你知道佢哋有海女，從冇泰國就敵。然後他的海女在整個濟州島總共的人數差不多2000人。對，然後他們還除了會講他們自己的韓國話之外，佢哋還佢哋韓語是僅存，就是只有韓語們亞韓州的講佢哋僅存的濟州話方言。你是不是有聽我們節目？對啊，你是你們真的要講到這個嗎？對啊，有啊。我同泰卡講，為什麼我愛迪？因為我上禮拜跟一個在韓國濟州島的電視公司討論這個題目，所以他根本你講到韓語的時候，我就想說，我等下要不要？你才剛接受這個知識，得意的。因為記得意思就會講，他說我們講濟州話，你都講客家話後，然後他眼睛就發亮。因為你嘅節目地都沒有講到，因為其實好像他們海女越來越少人嘛，他們很希望有新的人可以來學，但會遇到第一個問題就是聽不懂。就會這樣。你看，我們三個現在就是在錄一個 podcast， 真的耶，趕快順便錄下來啦，不要浪費。我說你的意思就會講，你的我看，因為佢哋經驗去做傳承的事情，不過佢哋就發現講，其實他唔是，古時候佢哋會知道按用嘅語言的流失，就用客家話強用。古時候佢哋意思講，我們能不能合作？我們韓國做一個濟州島的海女，給馬該你的客家語又馬該講說我上一下。好，這個是一個，對不對？還有是什麼？台灣的黑有沒有？你剛不是一副很想要挑戰嗎？
其实你给节目主要就还是讲韩国的海女的文化。台湾虽然有，但是现在台湾的因为其实韩国会主要介绍韩国，它已经被列入为文化遗产的部分。那台湾的部分是是没有错，但是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就会知道一些什么这些他们还是会去捕捞东西。我们做小小的对照而已。那万一在条路就会水下捡高尔夫球员，好，你们共同都这样，好不可思议哦。就是，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说，我猜说他们到底一天要捡几颗？我都大概100颗就很多了吧？超毛，你想吃胸宽啊，就是应该捡个100颗很多这样。我那一万都 Q 但事实上好像是有到千，4、5千这样。我想说，为什么一天会有那么多人把球打到水里？对，哪个秀发就会你们不可以好好打，你们一定要打到水里吗？你们这样什么意思？嘿，我说是动神期嘅，国外嘅条路啦，国外的工作呢。难怪记得个节目会得奖，按有意思嘅主题，大家谈起就会觉得其实很新奇，很猎奇，对啊，他强手嘅方式又讲一点，好像我们唔敌嘅事情，如果敌度又有专业敌视嘅分享，就会按容易哈。你看我一直说这2个人摆在一起很特别，然后我刚才又共同嘛，演对不对？歌手对不对？剧照师，所以到底2个人是为了什么事情要在一起？用他主持，选错，错爱，还是闭着眼睛选的？还也对，为什么 ？Why？ 我周买为 Q 哈，还有你们2个这么的某 Q 庸，我外人，我就说按用旁观者看就会知道是不同类型给你，不过可以在一起有按用给火花，我觉得很棒。所以有没有什么磨合啊？或者现在开始计时，就是开始大爆料跟一些就是互相讲坏话的，对，等一下离开之后，我就不用提，就按用你。开始看谁先离开都会天天出去。谁先？马上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我们其实没有认识很久，应该是2年前，甚至没有很深入。嘿，对，一开始现在可能比较深入一点。以对我来讲，所以一家天师档我会出现你，就是有点像女神的存在这样。就讲这个人跟我讲话。一开始是你来跟我讲话吗？对不起。一开始因为你拍一个戏的一个和平归来然后我是演员嘛，那阿菊为黑剧照师，刚好就是那个剧照师。然后通常呢，剧照师会跟演员有时候会请我要聊，就是拍一下某一个画面，摆拍一下呀。他个黑讲有堂那个节目主题阿菊就会就很爱跟人家聊天的，所以我在那边摆拍嘛，他就跟我聊天。然后我说那我就也聊天，反正是在等戏嘛，等那个拍摄或请我就聊一下。后来又有遇到，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讲到有关客家话题。好像是，然后共同黑嘛，高雄哈干语，什么爸黑哈干语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聊到客家，也知道给黑汉年，然后是苗栗，但重点我那个时候只记得一个关键，冲天我们就会给个黑发懂后真的很好。然后我就说你那个联络方式赶快留给我，之后我想一下，我人生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大学刚毕业，然后他在我前面用8%流利给客家话讲手语改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捡到宝。我想说，天哪，这是一个瑰宝！点矮年前一个 C R M A， 然后太好兵啊，然后就说大家好矮黑美丽哈港你，然后就你就吸烟呢，你就够吸烟，然后没有停止过，然后就很流利的哈港话。那时候你跟心情老矮穷哟。那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天哪，找到一个新的老师，所以我是瑰宝。对，你再活久一点会变国宝。然后就按永你我就先把这个资讯就记在心里了。后来我也是不时因为矮气感有在下狗嘛，然后我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客语的问题，我就反正我就很多老师嘛，因为我不想一直烦同样老师，让老师会累，所以就有时候问一下这个，有时候问一下这个。你好聪明哦，鼓手很聪明哎。鼓手的那我就后来就刚好又遇到一个可以主持 podcast 给 Giffy，那就想到
某天中也做得来请阿秀的请他来主持款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合哦，所以那个时候阿秀给态度很那个暧昧哦，给态度哦，他还说我们要不要先试一下，我们不要一次做这么久，我们先试个1季3个月，先3个月就好安呢。一定要这样啊，一定要先一季来冲嘛。嘿，因为这种是一开始是讲可能半年1年，他长的时间。嘿。不过对对我来讲，作为家讲的，他有一个就是位阶在，你知道吗？那可能某办法，我无法想象。你要跟女神一起主持 podcast， 嘿，那现在我拍谁不跟呢？天啊，我给你们压力太大，对不起。然后后来发现一切都是假的。来，上多一个事情，一开始啊，来同期也录音的时间，一开始我还想说我要不要化妆，真假？我真的想我在我自己家，我想说我要不要一开始就这么以真面目示人，还是我还是先稍微化一下？其实没关系，因为你化妆跟没化妆一样美，都是女神。对，你没化吗？对啊，你现在有化妆吗？你还有把妆吗？有啊，你还有把妆？对，一点点而已。我是画很厚啦。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就是一开始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熟悉嘛，对，真眼，那时候有暗涌跟心情，不过到后来真的比较，真的我真的也是发现没有哎，开始渐渐路比较熟之后，就比较熟悉之后，就放得开，对，放得开。OK， 没有要讲对方就是磨合或是大概哦，磨合部分哦，没有，因为都在忍耐。那个还在界限下面，还没爆发这样。不过通常都是看唔正经的你啦，反正对我来讲就是看。你讲也同你讲，其实看唔正经，是他外显。那他的人他是善良的、聪慧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他是一个给黑他家嘅瑰宝，产品行销，给黑没有你子宫，没有你子宫，斯坦平呢？斯坦限定，你是斯坦人，对，你斯坦人，不做给黑斯坦子宫，可做里面有给斯坦子宫，所以我的意思说，所以他。很内敛，然后他把优点都隐藏起来，所以他用一个比较较无真经给他活泼的外显同大家来相处，很像是一个伊人，好赤裸。解析节目，没不一样。命理节目没有像这样。不过说其实他是很棒的，聪明对。那他我们该后供，因为他里里外外就是女神，太优秀，够厉害啊！想要听哎，还想要被产品行销一下，先付钱，真的收500。好，那2个人这样子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坏话好讲，因为2个都是很棒的后上给讲 C 模的集合，因为他说有分后上给讲 C 模，他也跟 C 给讲 C 模集合在一起，你们2个分工呢？因为他女神啊，你要同体分工嘛，该。我不做功课，我认真是夫妻给他专业被呼问，然后就是想讲要按专业呗，一天要语啥唔专业吧？啊，你将来大追顾就做得起嘛？那就是引来啊。还冇带电路，还带乜嘢嘢？唔過佢客語擔當，迄個你唔會客家話地方，你就做得滿記。而且佢嘅發音清潔，怎麼佢做得讓節目變得很活潑，帶風向帶走。每周帶歪。哎，有時廣告講好，哪個部分做功課嘅地方，查資料嘅地方，所以變到係塵飛碟走。還有冇嘅？你做咧？我大家咧歡迎同大家先聊下，等下常常嚟講。哇！今日是節目真是當歡迎哈，就你看到邱瑞清冇去用改面相，那時候你看到陳飛冇去用改面相。在上段節目你有講到就是一些你們的緣起，沒有緣滅。感覺聽你們講一樣，郭生講沒有緣滅，還沒有，能等一下，忙的是。不過節目來到第3段，亞太家就會看到周鴻有做的10個東西，妒忌，唔係妒忌啊，唔係表示講我們要來分享嘛個做出一個節目，唔係，還是跟你們的節目有關係，對不對？你們節目裡面好像有一個部分係收個伴手禮，對，然後陳飛就介紹了一個伴手禮，但陳飛用點冇給陳飛做菜呢？你唔知啊？哪一下啲
来看吧，他底韩州的吧。可是我陈佩给们也会分享这个特殊吃法是吗？嘿，因为该节目底度就有分享的伴手在第潮是底度，你做点买得到嘅东西电炉嘛，它有 T 色嘞，啊，它有 T 色嘅电炉啊，比如讲有迄 IU 甲伊嘅，给那个泡芙啊，一枚小泡芙，不是有上新闻吗？做对啦，上新闻说他很喜欢泡小泡芙，而且要烤起你烤米嘅，有时候你就分享讲啲潮市底度做点买得到嘅电炉迄买嘅东西，就有服务员花生酱，这款你们是特别大卖哦。哎，有可能哦，可是我不是 IU， 我们等一下也放在这里拍一张。就是我们那时候分享服务员用花生酱的时间，我就想到，就熊多讲哦，有时候是一种吃法，就会按呢，就是服务员花生酱跟令狗。琼哈森，那我们现在要吃吃看吗？可以啊，好饿。你们两个没吃过哎，赶快吃。你有吃过吗？冇。哎，你冇试过？那有糖起食过，不是亚哈奶，你同奶会吃对不对？给黑女神给她也要吃啊，你才可以破坏她在目前的形象。你等一下，其实我电台供应了要哎。电台供应你这个态度，其实要你一听说这个牌子的，其实任何你吃的厚实跟花生酱就走对对对。一听我一听哦，哎，中间有你这样可比哦，哎，这个很有诚意耶，因为花生酱叉子很棒，叉子，它真的很棒，摸了一下有质感，你看到一边这很大口，可是对他吃给时间，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有包袱，所以你可以他们没，所以我们是要怎样子用脚遮吗？我们可以遮一下。跟省饭的来一来，导播的镜头就给你就好，你现在赶快拿起来，然后你就负责，对对对，你负责在荧幕前面。一会有让我港戏，应该没办法吧？好，那我先浅尝。哦，那个讲话两位，不是我的嘴巴好像有点被花生酱粘住，因为反正就懂点呢。不是，它整个沾到我的嘴唇，我的嘴唇都花生酱。好吃，但可能吃1块就好。为什么？因为花生酱太绵了，太荒谬。它怎么就？等一下，没啊，这种温饭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对，或者是它可能一点点就好。因为听我开头。等一下，你按有给态度就会讲你的在节目介绍的事。其实是等一下，我觉得我们要正经一点，紧盯掉。其实傅一松改后续，因为这样的搭配真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奇妙，滋味各种给奇妙。我现在花生酱都在我上颚，我苹果没了，但是好多花生酱。增加一种层次啊！如果大家想要波卡迪度好兄爱吃宽拿型的吃法，然后或者是有种想要像那种下午茶的感觉，我觉得是很棒的。下午还有，我哪有动你进攻？就是如果你想吃两大概时间，你可能要去花钱买那些饼干，要买，就你就吃这个就好。会懂天孔呢？对，因为你会吃到令狗呢。有水果。某婴童黑某。没有，可能农善忙老令狗都笑，就一个叫吞阿姨，然后又要告我爸，很辛苦，排队。我觉得，改知道我不可以每一集都访问瑞清，我可能会笑到肚子痛。你现在知道我忍耐的部分了吧？你终于找到了，还是抱怨了他连扯腹肌就要有你，女都心黑晚黑，直接供出来，就等今天了。对，我老公的，真的很棒哎，我喜欢哎，中医。真给你推荐本台港，因为花生酱有蛋白质，水果又有维他命 C，你其他水果没做的吃，然后又可以取代100个2大概饼干听，你就好就按容易，因为大水果题材太多了，我要赶快进到下一题。你们是不是有一个闻臭师主题？嘿，我想要借由给你们家节目同大家来分享。虽然你们是颁奖总的节目，闻臭师是什么？闻臭师其实分2种闻。COK 有2种，其实我们也有先分享，比如说香水师啊、闻香师，就是负责调香水的。他们只对闻臭有兴趣，因为闻臭的确是比较奇怪。对啊，因为闻臭师有2种，第一个是分，它是要去。也黑酸黑老应该是协助你改善你的体味的呈现。比如说你有专门去批你腋下，或者是你的体味，
可能成分系嘛嘅，伊就会调配湿和热嘅香水啊，哦，但是它那是个闻，身体芳香剂这种。对对，不是说给它先去批款的。他们闻懂专业呢，他们闻很专业哦。他们是这样，有时候有上是黑暗的，直接闻是比较偏嘅黑。我还以为他们是这样，哎呦，这个是闻到我，不礼貌哦。我女神就不会，我女神就很香，好吧？他们是会用一种小小的器具，有点像漏斗。他们说这样才可以放大那个气味分集中这样子，然后这样子闻起来，这样怎么有点像吸毒？好有趣哦！冇经验，看天样看到哎，还在真言演呐。另外一种就是环境，真的闻那个很臭的那种就是环境的闻臭时，伊可能鸦片有人的乱 LT 色，还就公创也得有排嘛，跟飞机也得。哎，台湾有哦，台湾有那个铁路哦。其实很多环保局地对咋，是公家翻的嘢。嘿，好有意思哦！我觉得今日同第两场大追顾吼，第几个节目底都讲到按有意思的主题，都觉得好像接下来好像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你说谁？你说闻臭师的一些发展啊？我以为你说你要换头路，不换头路吗？呀，这不是就是你们主持节目的目的吗？我们说，哎，所以现阶段这个职业周唔下一个时间，对不对？就是台那节目，对，可是可能没办法当海女，它不会天然的。哎，我们呢泰卡雷都鸦片都要经过我们的考验，就是中的胸贴球，要看到别人不同的面相。不过其实俺被知道陈飞今天已经让我们看到某种嘅面相了。你讲还可以问清同嘅问题，中的胸贴球哦，好，俺就问题你就回答，然后陈飞先，然后再水情啊，用做点好。第一题，第一晚水情哦，抽张阿晴哎哈。第一题，黑共超市都得选择一样东西带回家，而且是终身都不是钱哎，你会选择什么？蛋。收银机，可以吧？它就是超市里面的东西吧？等一下，收银机带回去，钱拿起来就某哎，因为它每天都会长出钱吗？不能放回去带，不能，只带一次。好，他已经好了。那我应该带鸡回去吧，不然蛋吃完也就没了。对啊，没有，蛋是可你的问题有瑕疵，你的逻辑对，好，这个题目有瑕疵，我觉得蛋，我认同，我觉得我会选蛋。好，听一题，黑工周得让你体验一下一个冷门职业，选择一天体验一个冷门的职业，你会先哪个职业？哦，听懂呢，因为那个节目底度真的有懂，或是跟节目无关也没关系，黑工你压周得去体验某一个职业一天，你想做什么？小偷。哇，好刺激哦，好想要！哎，你们有分享过小偷哎？对啊，你说黑这，因为这好像很难分享。你这银事情吗？你小偷制作走，没，而且你还可以变成职人分享，有没有？因为他可以听这个青头的策略，有没有？对啊。哦，怎么办？我们今天题目只讲到2题，你要分享妈妈的职业。那我可能你当小偷，我当强盗好了。你这要用啥就用唔正经的大嘴骨，好吗？哈。第3题，黑工作可以点点，你要可以买点。那个葱油饼，运好，他从收银机通运好，你是不是真的很缺钱？我会继续找你主持的，不要担心。如果喜欢喝饮料，你最喜欢的手摇饮黑马该？我没有喜欢喝手摇饮，这是一个答案，你嘞？我都爱喝，只要是手摇饮，只能选一个吗？对，我可能是品牌可以讲吗？好，都可以，好，请。好了，黄金乌龙拿铁加珍珠。无糖微冰，好细哦！无糖微冰。好，最后，你们有没有推荐一个你自己最爱的美食推荐？美食，美食好难哦。好，跳过。好，想说好吃的太多了。其实有很多因为你看脑袋突然啪，因为节目就剩最后1分钟，有吗？我就先暂停啊。我觉得真景哈，最后1分钟我讲一下好了。我觉得陈飞的哈嘎发真景金铺青豆，呀，爱吃到某，因为周一有冇看我跟一年，而且周一然后主持广播 podcast 的，那真景吃到可以哈嘎发金铺青豆哦，这就是爱给刚书，这第一个。然后你们在最后的30秒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分享的？都可以。我爱给哈发会就是进步了，都是因为我的老师就是阿秀，给压力我都抓痒了。好，帮你来，10秒钟。什么太嘎？什么意思？
这年当什么？啊，反正这请问看下来主持也2集得奖的节目，好嚣张哦！然后搞当成是迄有睇个兴趣把分享来数，正经吼，节目界最尾先，大家都讲，你两三届主还有2集当有意思嘅广播节目，希望大家做得去收听。希望讲做得这个绕墙1、2、3，我觉得1集的时间贴短呢，吼，贴短呢，哈，我们再来聊一聊某 Q 嘅议题啊，所以今天先什么大家咯，什么2、3，谢谢大家。睇你下來咧，叫下啲做論堂咧。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咧嘅民宿琴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2個影片琴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